好来，咱继续166年7月13拜三。早起天光的时阵，阮看见伫公房厝的后壁市政厅的头前，以及巴黎先生和可能先生徛家的头前，有堆沙母分开的图阮是看袂出来讲即寡图母是对其他对其他所在搬来放伫遐或者是对迄寡厝所搬出来，或者是敌人伫乌河沟所挖出来，贴伫个河沟边仔最后即项历史可能性是较大现在停伫普罗宾西亚头前的芳船大细合计袂超过50只，停伫龙尾门边仔约了20只。即寡船伫遐修补有7-8只伫港外海上咧巡役，因此因现在在处理船队战斗力无强啦今仔日早起又阁有一只因的舢板来即个港岛停留一段时间。今仔日伫个下面的北边半路岛的楼台甲炮弹，以及顶面菜大炮的工程人完成因此两大炮各发射一摆。上午佛罗摩萨议会召集会开会，整个下晡按照即次开会决议，拢伫加强民用市伫迄个半路岛，要抵挡敌人炮击的防卫能力，以及加强对因的反攻击力。也搬搁较侪部分去威利森根领岛。要切开，用来互遐阮的士兵搁较安全，因为看起来伫遐的士兵是互因标定的射击目标。阮想过讲，阮迄寡咧工作的人会受到攻击，但是呢，敌人竟然拢无用因来射击，至少因拢无人被弹着敌人发射了3-4发炮弹，其中只有一粒去拍着万威夫人先生的厝，拢无人受伤。阮对肯菲尔领岛反击2发炮弹，其中一粒拍着因伫个波尔斯的厝边迄个宝拿的开喙遐，因嘛差不多迄台面同时。同一时间，我对遐发炮，因此有几个人讲，因看到讲，阮有拍到一个身躯穿白袍的人，迄个人被拖走。进前嘛有看到几个黑人少年的迄群人当中有一个人头顶一根帽仔，即个人有几个阮的士兵肯定来认为讲，就是昨昏逃走的迄个勒森堡人即个昨昏逃走，即个就是因互人即边一个叛逃去的走去渡口地形港迄边的人因是互人就是罗森堡罗森堡即个人知影讲即个城堡内底的情形啦所以伊伫咧进前迄篇写起即代志的人，讲即个人把你向人开讲的时阵，讲过讲，若是伊来要攻击的城堡，伊安怎拍呢？即个人逃走算真严重今仔日良好的热天的天气，风悠然是对北方吹来。夜间，阮如果看见有人伫市镇的上头前排迄寡村附近遐，阮就亲手就对因射大枪因就用炮来反击。因大概以为阮和昨昏相像袂发炮来射击，但是阮即马反应，将互因完全无共的感觉。
并且要互因明白，只要阮还阁有能力，阮是袂嘛不肯吼，温存因伫阮的鼻仔面头前咧落动做工吼，阮会对新灵宝用大炮来发射，然后对美丽新跟灵宝发炮，而因会对所有的街路美丽持续发炮，特别是用上述美丽新跟灵宝炮击，拍到营房厝顶这个字碟啦吼，就是他说字碟哦。字碟这个华语这个安尼讲，其实大家嘛听无吼。字碟就是用来弹、用来写字的迄个墙啊，就写墙顶头一工有无？互你会当写字，互你美遐写字，那个字碟。遗基笔科吼，字碟又搁称作起墙吼、垛墙、剑墙吼。好了，这大陆我讲，我嘛袂晓咧，无晓就来监理店那个走的吼。字就是字嘛吼，字咧，字就是碟吼，碟就是声道子，声道子就是长垛子。所以字碟吼，就是长垛子。道子我来查一下吼，是道子，道 T-O 第二条，子第二条吼。无啦吼，无是无这个词，我看下，我卡去头前，声道子。我爱加一个声字啦吼，声道子长垛子吼，就是城墙顶面的起形的墙，叫做声道子吼。这古早词即嘛已经失传去啊啦，声道子。声道子吼，好来，倒来是几只，特别是上印象深刻是灵宝发炮击，拍到营房厝顶，声道子，和城墙的袂少吼，就拍到即寡所在袂少了吼。炮台东南角，伫咧5月2号边拍出去，后来又搁修建起来吼。讲炮台东南角又搁被拍歹去，有一粒炮弹落过即个军械库的厝顶吼。有数粒炮弹拍入去万维夫人阁下的厝，真侪炮弹炮到迄个碉堡。要几粒拍即个市镇的即个顶站城堡的城墙，和下站城堡的即个斜坡啦吼，处处的即个城堡处处的即个坡吼、街吼，和城墙吼，我也用
线射铁弹来运因的炮台甲大炮，来个射击吼。线射铁弹，散射铁弹哦。也用圆形也用圆形甲长形的真来的铁弹来射击迄寡厝。阮按照上会当发挥激烈射击的效果，来分配大炮的射击方向，就是对新营堡甲北边的炮台射击迄个射母所，对武力型的营堡射击迄条围街甲苏伊的厝边啊，对半路堡的下面来射击迄条跨街，对米都堡营堡来射击无远的两边。崩仔堡的两边啦吼，而射击的方式是，敌人每射击3发，阮就会先击1发炮弹。双方安尼激烈又搁真紧来射击了约了1点半钟啦吼。了后就渐渐慢落来吼，到12点就搁拢安静咯。伫即个射击的全程当中，我方只有一个伫个万威园阁下的厝边咧徛哨的人，被即个下皮啊和针啊去伤着伊的小腿。为了上帝这个奇妙的保护，我方总共发射了100发炮弹。哇！说对方发射300发吼，对方发射了更较侪炮弹吼。对于迄个碉堡即个发射3-4发炮弹，了后枪手也阁有时啊会大枪。所以这炮弹呢，遮无准，拍几啊100发安尼，无拍死一个。真是哩，7月14。礼拜四也是相像的天气，像昨昏透北风。早起阮看见敌人炮台头前有损坏的情形，特别是木园边啊，有几个有装着物件，应该是沙土，应该装沙土啊吼，会糖桶落伫遐。保拿也被炮弹拍落过，其他的炮台踩伫保拿外面的插板也被拍正说破碎去。因事先伫遐试过有刻其他的空的保拿，迄个市政厅也被拍着几啊位吼，迄个市场也共款被拍着几啊位。此外一切大多拢甲以前相像。伫个丹尼尔先生的厝头前，现在因也乌出头目。这个工程的确实情况，阮对此地也无法度看清楚。不过，阮对此事有远和昨的感觉相像，就是讲，因若想要伫遐乌一条河沟啦吼。安尼，阮伫咧出击的时阵，阮咧出击的时阵，用来防止阮真紧去到因遐吼。因安尼做真正意图。上太时间分晓，有着的支碉堡早暗被约了30粒炮弹拍着，但是受损轻微，只有厝顶甲这个现场留下有损伤吼。其他的炮弹拢留伫迄个高高的壁呢。早暗因含阮拢无想要射击。因为会当射击的敌人的目标变少，因迄边应该嘛是安尼感觉。若无暗号大炮迄寡远讲吼，都被拍落去危险吼。因为迄寡拱顶只有1个半到2个装甲的高度。拱顶吼，我当讲顶，
弓是毋是即个宫殿的弓，而是迄个厝顶的回目迄个弓。我要知即个弓哩大约安怎读？它做用，或者是强。这以前我早个强手，就是强手的意思。按摩大炮迄寡圆强都比拍六个嘅危险哦，因为迄寡强点只有一个半到两道针仔的高度。好，摕小水。用迄个市定的半个宝也被数粒炮弹拍着，其中有几粒拍落个遐的即个形象，不过被射击上厉害也是威力性跟电宝，就像顶面所讲的安尼。因此，今仔日无方的人无你甲受到破坏上严重的威力性跟电宝顶头的即个硬棒，以及甲电宝边啊当城墙。用布捆真金属来甲伊防护起来，也伫迄个下面边啊会上水的半个宝的大炮边来放装沙的桶啊，用来减免无风的人遭受意外，并且伫迄个碉堡的现场内侧来沿遐用木皮甲伊加固起来。木皮捆的吼，一捆一捆的木皮甲加固起来。今仔日甲新宁堡顶头的炮台甲伊塔悬起来，互大炮材料搁较适当，搁较好用。就连拢无妨害阮伫即个塔悬炮台的即个活动，连一粒炮弹嘛无发射，只有到暗时啊才发射遮大一发炮弹，逃过即个城堡。即粒炮弹看起来是因是想要射击上水迄个炮台，迄时我方的人等于装一两大炮。要暗嘛一只三板满载穿着端庄的武装士兵，其中一人有摕夹，其中一人有肩一顶迄个花盖。对杨条经过即个市镇去北山尾的东端的来起山，阮着往迄边发射一粒炮弹，迄粒炮弹看起来是落伫因当中，互因分散逃走。迄
迄只三板就空船离开，迄寡士兵迄个沙洲走去，大概是要走龙女门去。伫龙女门边啊，迄寡篷船也伫遐，较你水吼，你摒扫，你水路摒扫吼，也有几只伫普罗宾西亚附近吼，有几只伫市林后面，也有几只伫海上的航行。因暗伫暗倒了后，经过国下含万威廉、万伊伯恩和哈图尔三位国下组织商议了后，决定为了避痛，阮将定伫下礼拜三，就是本个月20号来举行禁食祈祷的日子，大家同齐来万能的上帝来倾诉避痛之前。倾诉吼，倾诉这个倾我就知者吼。倾就是倾吼，现在是倾。倾家哦，倾家动产哈。讲大家同齐来万能的上帝倾诉病痛之前，迫切恳求怜悯医治，祈求上帝赦免伊的停发。互阮的病人恢复健康，也祈求上帝赐下良好的顺风，互巴达利亚派来处理阮的船只，总算会当来到阮遮，互阮因为迄寡船只得免所有海上的惊涛骇浪，以及阮迄寡生啊敌人的武力的危险来得到宽慰。互因会当抵挡敌人的武力，再用健康的士兵甲需用的物资来互阮运用全体力量，会当互阮伫即个保卫甲解救活动得到公赢的胜利。必须上帝教会伫即个岛上会当恢复重建。这个岛屿现在被异教敌人来破坏蹂躏。再一个吼，像蹂躏这种文言书啊吼，根本就无必要学啦吼。民国的高音啊，大家吼浪费性命咧学这种物件，学这款笨手呢。头说油啊吼，油就是搭吼，吞搭就是油吼。啊磷就是磷吼，油磷吼，油磷啊吼，L-I-N 磷。硫是搭，磷是路面的车轮的粉吼。加辣是啥物件？就是油磷，就是人吞搭车甲你搞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岛屿现在被异教敌人破坏油磷，第一块。希望讲上帝教会伫即个岛上会当恢复重建吼。足侪学台语的人吼，一开始其实有一个心理的关卡袂得过，毋是学台语嘛，想要甲台语跳动来人啊吼。但是因感觉讲，为什么
这样做这个词啊，台语讲袂出来吼，像蹂躏这种物件，或者是讲因无法度接受讲台语有影这样谦卑吼，啊，为虾米无一寡像蹂躏这种这个有学问的词吼？这真正是歹习惯，这真正是错误的观念嘛，这真正是吼，倒个毋知啦吼。你用囤打能力吼，绝对袂较输蹂躏啦吼。好。互上帝教会伫即个岛上会当恢复重建来荣耀伊的圣尊名吼，就是要后礼拜要来敬请祈祷啦吼。阮的朋友甲同胞，即寡人现在已经落入去敌人的手里，必然受更较侪暴力。互阮的朋友甲同胞会当免遭受更较侪暴力，并且来庆贺。解救吼，庆祝啦吼，就是希望当得到解救啦吼，并且吼还未落入去因手里的其他人，拢会当含阮同齐奋勇抵抗顶点，也决定以后伫拍鼓宣布关大门了后，任何人拢不得去到有着的一条北南边吼。除了是互阮特别的命令，或者是紧急命令吼，以外拢袂使去，也不得去到该条北的西边或者是东边，啊，若无就要看做是盗墓者来该攻击，为着即个目的，将会伫上水迄个条北西边挖海的所在，采一支盖条吼。最界线的条，并且为着要防止我方的人逃走，以及减少我方的人可能会去拄着敌人伫马豆园查某年的伏兵的危险，将会派2个骑兵去该条堡去甲放哨，去防止我方的人行了伤远吼。主要是因为真正有一个逃走去吼。暗时啊，阮听着对面迄寡厝附近有咧等石头的声音，真可能是伫遐咧伫遐咧乌地啦吼。阮着凊手着有时啊迄边来弹枪，但是阮相信因对厝并无安怎咧插吼，无咧插棍甲弹咯。要咧中昼的时阵呢，有一个士兵名叫做 Jacob Barnes。摕着一支石来好真枪吼，即种兵器伊无讲解释，因为伊也咧分气，是啥意思？以为是无咧装枪子，也无上膛吼。膛我查者吼，膛应该嘛是就是读做铜吧，铜应该是铜吧。通，读做通，肥的款式叫做通，无像通。下底注脚有即个士兵的名的注脚，我看嘛 ，Jacob Barnes。士兵 Jacob Barnes 来对即个 Old Water 来。伊着留一年8月初3，因为意外，来意外，咱等下来看，咱搁继续甲读落就知影吼。因为呢，伊去借一支好真枪嘛，伊即个兵器无熟，伊想讲内底无枪子吼，无上通，所以呢，有一个比即个加劲，比即个军舰吼，的中士叫做 Cornelis van Bellen 的荷兰某，伫咧伊面头前，即个查某人呢，要去爱伊去弹几只鸟啊，所以就讲算笑着
穿着起来对准伊讲，感觉我这么大吼，真不幸也真意外，来发射迄支好真枪，完全无恶意的来去甲弹着吼，弹着即个富人人，至到有一点坚固，就是，就是一点钟后，即个富人人就重伤死去啊！吼，即个富人人真清楚，即个不幸的事故毋是出自恶意，因此伊请求军官吼，就算讲伊个性也莫因此来严厉处罚即个罪犯，因为伊遭遇的即个事故，确实是完全无恶意的意外事故。虽然如此，即个士兵也是按照惯例规定啦被归入去加罗里下底注脚讲1961年8月初3伊是啥意思？明明就是这个是7月14因为意外来大死被监禁的中士Cornelius Van Balen的某被判5年的牢狱也请来算即为什么伫咧部队即有伫台湾部队这是足禁忌啦袂使安尼。7月15拜五，查某派去留伫外面的骑兵当中的一个人，早起对碉堡转来报告讲，当因去到迄个碉堡边啊，伫咧麻豆园里的杂草中无啊抬头，随看到3个死仔人伫咧观望啦迄3个人继续留伫遐，但是因逃转来，因为因无命令，毋敢擅自去追捕迄寡死仔人，而且还阁有可能，还阁有搁较侪死仔人埋伏伫遐，要找机会来攻击因。因此，即个人就请求予因命令，以便来遵令行事。伊认为讲无啥物危险，就会当简单就来发现死仔人因此，派临时的将旗官 Christine Wolf 带领枪手甲毛兵，总共40个人去遐。毛兵另外4个人骑马同齐去，命令因一定要小心警惕，去攻击敌人。骑马的爱最头前去找战场，也命令迄个碉堡派6个到8个人去顾伫咧内沿遐。万一因突围要逃亡市定去，就会当踮遐阻止因，也命令因不得追赶伤远，以免被敌人对后面来包抄攻击。因就安尼按照即个方式进行，骑马行伫头前，步练就行路啦对伫后壁慢慢啊前进，为着避免伫咧即个炎热的日头之下来疲劳当阮的骑兵接近遐的时阵呢，阮就开始米都报复灵报麻豆园发炮，中绕到这里啦阮就开始对米都报复灵报来麻豆园发炮啦迄时就有一群武装的死仔人跳出来。迄寡骑兵就去录音，因先是勇敢来用因的大刀或者是关刀来抵抗迄寡骑兵，迄寡骑兵就用因的马枪来弹因，互因流啊受着惊着迄时魔方行路的士兵也接近咯，因就小可退后，随即跳入去水里。迄时魔方的人无去水里去录因，并且对遐逃转来，因为因看到另外有武装的人对羊条来因过去。
不过，这个情形，阮对厝地城堡上无都看到，跳入去水里的迄寡新仔人，对水中去第二渔场插升旗迄个悬地因的国哨遐，无迄个人早转来两点，惊死死的提做头盔，一支大刀，一面盾牌，甲一领剑袍。即寡物件是对迄三个伫遐被弹倒扑死的新仔人身躯顶摕落来，其中一个新仔人的头壳也被砸转来，阮甲伊抬了，甲伊抬起来。上水迄个蒋记官讲上述所讲以外其他一寡代志，就是迄寡倒入去水里的人被射击受伤，因也摕转来新仔人所担落来一个伫底饭的蛇碗。蛇歹当句蛇碗，伫其他受伤的人拢离开以后，有一个人抵抗到上落尾迄时已经坐落来。这个代志互阮无爽快，因为安尼的人因应该甲伊带转来遮袂使莫甲伊拍死，爱甲伊带转来遮，带转来遮是啥？带转来福摩沙遮，伊个人家城堡遮。阮现在真需要掠着人来了解地方的情势，而且安尼做真性甲安尼无杀太残酷虽然阮甲命令模仿的人说明甲遮尔清楚。伫真侪所在也是有出差错，袂当被准确来执行。昨暗阮看到敌人无伫咧乌印的河沟，阮下暝讲完，也去测量即个港道水深，测伫半悬阴的时阵呢，水深是8尺半。中昼阮看见迄个。领导园附近又阁有几啊新仔人，因此阮派上述蒋记官骑马带领10个枪手，搁再去啊，但是因逃走咯。阮模仿迄寡人就早转来一顶头盔，这顶头盔是因伫咧休困的时阵挂伫一丛树仔顶，内面装一寡煮好的米饭。即寡后来的新仔人。甲头前所被抬死的迄寡尸体拢带伫咧土里。阮有一寡人讲，因看到即寡新仔人毋是对羊条来，是顶一遍射击了后，对迄寡杂草屋内底出来，因拢稳坐伫遐。伫咧即段期间，约有20只篷船对赤坎。航王入米门，其中有几只往海上航去。今仔日下晡有一只篷船满载的人员对入米门，或者是对迄个航线其他所在，航方批分是据此阮断言，因伫阮的目睭前安尼表现。敢若就是要互阮相信，因现在又搁对死仔带士兵来，但是对此阮仍有其他的感觉，甚至是无好的感觉。尤其是因为阮的船只伫即个时阵，随时拢会当对巴达维亚来到厝地，而因大部分的篷船拢往北方航去咯，就有可能是往死仔去咯。现在无定国姓也非亲自去死仔不可呢？不可呢？因为塔人要打败国姓爷，显然无比现在搁较好的机会。伫即个情形，深信伊家己嘛明白，也明白，也知影如何来处理。要暗暝又搁有一只篷船来靠阮即个港道停船，大概是要来阻止阮夜间出航。今仔日天气炎热，下晡风透西南。7月16拜六，
早起又阁有10只旁船对龙椅门直直往西北甲西北方行去，看起来，进前出航和现在军岛出航了后，也留伫个龙椅门停的旁船有19只，其余个停伫个坡面社头前。两方继续对西南方车来，河梯站来停伫个即个港岛附近的迄只旁船，伫个夜间3点钟离开遐。现在阮会当真清楚看到敌人伫个对面无用的一条河沟，沿着迄个上头前摆的厝内飞过迄寡路。早暗就对公房厝一直訛到电杆迄间厝的角落，也对市政厅留啊北边訛去，对电米的先生的厝訛到我生温库先生的厝的走道头前，什么意思啊？自从阮的亲手伫听到真啊共的敲声的时阵，有几两摆因下脚，因完是继续咧压。好啦，这边甲读了就来休困啦哈。中昼前后，又阁有4个新仔人来北山岛，点点坐伫遐，约了半年前，因此阮就派一只舢板对厝地去遐，但是因看到舢板家己就往西边倒走，因是对迄边来的，外方迄寡人就半途折回。即个市镇呢，坡面社迄边以及油条，现在常常拢真少看到人，因伫个各厝拢非常的安静，也拢无船只伫即两边里中间哩来回航行吼。这互阮相信因伫即只的人无介多吼。拄则讲伫即两边来回航行，即两边是指赤坎甲台湾市镇遮啦吼。这互我相信因伫遮的人无多。大部分的人已经离开厝地前往时啊，因被破坏的炮台甲堡篮定整了无够好势，所以因一直拢还未发射炮弹。油条迄边因完全无受到阮的威胁，阮却只看到6个到8个人伫咧水中咧经蚵啊。而以早迄下有数百人伫遐咧经蚵啊。阮上述伫咧面迄个市镇的半个报顶头的加固工程，以及伫咧美新根林报顶头的加固工程，现在阮拢已经按照目前的情势甲材料，竭尽所能来完成竣工了吼。夜间暗时弄即个大门吼，四两个单位，夜间落大雨。剩2分钟，但是我要来休困了哈。7月17，明仔载再过来读。我要来关班了。好，谢谢阿凡，非常想你。